我只是想问一句，你能确定罗傲一身上的孩子就是你的吗？你我都知道，龙傲一他不拘小节，之前更是拿银城的青楼当住所，恐怕他对男女之事也不甚讲究。你怎么能确定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？敌社那日后，陛下派了其亲兵牵牛卫去监视，他与他人断无任何举止。那也不妨碍他之前的行止啊。小仙，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但你所言不过是猜测罢了。猜测？夏九流的卑劣手段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之前石帮那伙人偷金线，火烧丝绸庄，如今一个同为夏九流的女子，你怎么知道她不会揣着野种招摇撞骗？够了！仙儿，小姐，小姐，主子，宫中来信使了，说陛下有令，让龙帮主即刻去宫中太医所复诊。下去吧。已经确认喜脉无疑。那我等即刻去禀报。圣上驾到！荒唐，荒唐！区区一个民间女子有孕，竟敢劳动太妃大驾！哎呀，皇帝息怒，这都是哀家的主意。若此女子啊，真的怀上了龙种，那岂不是我们皇家的盛事？哀家求实心切，还望皇帝见谅。快来坐吧。哎，那此事可有结果？回陛下，经太医署各位太医共同诊断，龙姑娘虽有病在身，而无邪脉，唯喜脉无疑。既有孕，就让她留在宫中养着吧。圣人，此事不妥。为何？我听闻，自打君王入京以后，此女便从银城追到了长安，先是假冒胡姬混入贵人宴会，随后蛊惑皇子怀上龙种，这每一步都算得很精准呢。德妃娘娘果然是消息灵通啊！看来这宫里还真没有什么事能逃过娘娘您的法眼。这人是谁啊？声音这么耳熟，我当然得查清楚了。此女步步为营，染指皇家血脉，动机不纯。那德妃娘娘的意思是要杀龙种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……都住口吧！这几年，宫中人丁寥寥，若是真的能诞下一个龙子，那岂不是皇家的喜事？这几年呐，出生的都是些皇孙女，若真能出生个皇孙子，不就可以给我们李家增添子嗣了吗？皇太妃所言极是，只不过我还听闻一事，说君王当晚是喝多了，两人虽同处一室，可未必同床共枕呢。
娘娘多虑了。这调风弄月之事既已发生，就没有必要再说细节。而且，总归是我坏了龙姑娘的名声。是啊，德妃娘娘还想听什么答案？难道是想龙氏说出君王的秘辛吗？比如，这胸口有块斑，大腿有颗痣。哎，民女有罪！哎呀，民女有罪！奥义，快起来！启禀圣上，兹事体大，不敢欺瞒。只不过除了手臂上那块爆头印之外，君王全身上下光滑如鸡蛋，无一处有斑。啊，不过君王胸口确实有一块胎记模样的浅斑，不过民女观察了一下，此斑第2日便消失了，想必是喝酒过敏所致。除此之外，君王贵体康健，清清白白。